新闻要来关心一个互人较无奈的消息，未少乡亲已经准备好要出国迎接新年，也过有班机，因为这个机师破病被迫取消。香港国泰航空伫今日起呢，有55个往回亚洲多次航班被取消，主要是因为机师得了2份感冒，这个卡手无够，有台湾的旅客半当前就将这个航班订好啊，伊也毋过呢无法度配合，敲电话佫找无人受到着急。国泰航空证实讲，因为12月份是旅行感冒爆发的时期，机师破病的人数比估计较济，所以讲减少差不多有1%的航班，造成人客不方便，嘛感觉真歹势。想要出国就出国，隔壁香港是真侪人的选择。不过香港分量上济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最近煞真侪航班互取消，为29号开始到1月7日，拢总着50个航班互取消，主要拢以亚洲城市的航班为主。亲像29号台北飞香港的 CX479，含香港飞转来台北的 CX402，航班拢互取消。昨晚就是一直想要打进客服，也打不进去，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然后他网页有写说可以帮我们换3个航班，可是那3个航班我们基本上都时间上没有办法。本来是今天晚上要飞，然后今天晚上其实是华航，我看有班机，那我不知道说。他们就是他们的问题嘛？那你是不是可以协助我们换这个班机？半当前就订好的旅游行程，煞伫咧前一天接到航班取消的消息，游客真着急。对这件代志，国泰航空回应：12月流感季节，机师因为破病不来上班的人多，整体来讲营运正常，嘛伫咧大过高峰期增加航班。12月中开始嘛是有少量，无到总数1派航班互取消，嘛来甲乘客回息咧。年底是旅游大季，专家嘛建议需要支付门票行程，卖摆伫咧旅游第一天，才会当有存救的时间。因为机师得流感，所以航班取消的话，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理赔的。唯一可以理赔的项目就是你的班机延误起飞，透过班机延误保险的方式来理赔你的损失。投保旅游不避险，要加注意航班变化，伫咧面对汹涌发生的状况，才会当随机应变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